6月7號，香港紅磡體育館，94歲嘅胡楓企喺舞台上面，由龍椅上面慢慢升起嚟。台下坐住嘅人，每一個名單獨攞出嚟都可以撐起成個頒獎禮。張學友、劉德華、陳奕迅、汪明荃、曾志偉、張家輝，超過30位演藝圈重量級人物，全部坐喺台下，唔係嚟行紅毯嘅，係專程嚟俾一個94歲嘅老人家做觀眾嘅。呢個老人家由下晝3點半唱到夜晚8點幾，連唱45首歌，企咗差唔多5個鐘，冇人信佢頂得順，但係佢頂順咗。演唱會尾聲，大會正式宣布，胡楓以94歲零140日嘅年齡，成功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成為全球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語藝人。呢場演唱會叫修哥95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，一開售就秒殺，黃牛將飛炒到原價嘅3倍甚至4000幾蚊港幣。胡楓喺後台接受採訪嘅時候話：早知我自己留一沓飛親自去炒。成場演唱會歷時超過4個鐘，台上台下嘅陣容豪華到離譜。張家輝拖住修哥嘅手合唱《分分鐘需要你》，唱完之後搞怪咁問修哥，話佢同羅蘭最近係咪有啲私密相流出嚟，仲話係睇到佢哋打車輪嘅相。修哥機智咁回答話：依家係 AI 時代，嗰啲相全部都係假嘅，AI 當然有舌頭。全場大笑。張學友上台獻唱《不老的傳說》，唱完之後認真咁對修哥話：見到佢94歲仲可以喺公館開演唱會，自己非常激動，非常佩服，非常欣賞，覺得呢個係俾所有後輩嘅一個希望。佢仲放出豪言話：修哥，你呢個紀錄等我嚟破，到時候破例請你嚟做我演唱會嘅嘉賓。要知張學友比胡楓細咗差唔多30歲，真係要等到佢94歲再嚟破呢個紀錄，咁將會係幾十年之後嘅事。張學友隨後同修哥、張家輝合唱咗《還是覺得你最好》。佢當年喺修哥90歲演唱會上當場跪低嘅場景，到依家都俾好多人記得。佢當時話：如果我有一日90歲喺度唱，我就心滿意足，係俾我哋後輩一個希望。最令人意外嘅係陳奕迅嘅驚喜亮相。修哥原本唔知佢會嚟，Eason唱住《舊歡如夢》行到台上，仲親咗修哥嘅面頰一下，隨後清唱咗一段《Shall We Talk》。清唱嘅時候佢冇用咪，就咁企喺修哥旁邊唱，把聲喺公館入面回蕩，全場靜晒落嚟聽。佢話啱啱入行嗰陣，修哥仲主動問佢有冇工作俾自己做，其實係創造機會提拔後輩。呢份無私嘅胸懷令Eason一直都好感激。佢講完之後鞠咗一個躬，修哥喺旁邊拍咗拍佢嘅膊頭，咩都冇講。演出接近尾聲嗰陣，神秘嘉賓劉德華驚豔登場。此時演唱會已經進行咗近5個鐘，修哥面露疲態。大會即刻搬嚟椅，劉德華同張家輝一邊一個參住修哥坐低。劉德華擺出帥氣嘅姿勢，笑話自己依家似賭神咁。修哥話佢聽到張家輝唱《忘情水》就想起劉德華。劉德華隨即叫張家輝再唱一次，張家輝大叫話當然係你自己唱啦。劉德華便即興唱咗幾句，唱完之後佢將花遞俾修哥，修哥接過花，兩個人握咗一下手，冇多講咩。最後全體嘉賓大合唱《朋友》，修哥坐喺椅上面，望住滿台嘅巨星同滿場嘅觀眾。唱到最後一句嘅時候，修哥企咗起身，所有嘉賓都企咗起身，全場觀眾都企咗起身。公館入面幾萬人一齊唱完咗最後一個音。除咗呢幾位天王級人物，現場嘉賓名單堪稱香港演藝圈編年史。曾志偉、汪明荃、薛家燕、莫文蔚、楊千嬅、草蜢、Big Four、羅嘉良、周柏豪、肥媽，仲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、羅蘭、盧海鵬等圈內外名人親臨捧場。曾志偉喺台上同修哥約定，話等佢105歲再開演唱會嘅時候，
自己一定要再嚟做嘉賓，全場都笑咗。但由70歲首登公館到94歲再度開唱，胡楓呢20幾年入面確實創造咗一個前無古人嘅紀錄。10年內第6度登上公館，呢位94歲嘅老人家又一次刷新咗自己嘅紀錄。你一定好好奇，呢位胡楓到底咩來頭？憑咩可以令半個香港娛樂圈嚟為佢撐場？胡楓原名胡繼修，1932年1月喺廣州出世，人稱修哥。1953年考入大成公司，第一部電影《男人心》就令佢一夜成名。從影70幾年，主演電影超過200部。1960年代後期同蕭芳芳合作過唔少歌舞片，武藝精湛，人送外號武皇修。70、80年代粵語片式微之後，佢轉投電視圈，到依家都仲係 TVB 嘅藝員，喺無數電視劇入面演過爺爺角色，係香港觀眾睇住大又睇住老嘅嗰一輩藝人。修哥出身於一個古董世家，祖父同父親都係知名古董鑑定行家。父母本來希望佢繼承家業，但佢後生嗰陣痴迷表演，毅然放棄家業，同屋企人反面離家出走，行上咗演藝之路。由1953年出道到依家，佢喺香港娛樂圈打拼咗成70幾年。60、70年代更以歌舞片著稱。1966年歌舞片《彩色青春》票房破100萬港元，佢因此獲得武皇修嘅美譽。佢都曾經係紅極一時嘅百搭小生，同李小龍合作過《炸癲納福》、早知當初我唔嫁，甚至仲教過李小龍做戲。70年代粵語片式微，佢轉投電視圈，出演咗無數經典配角，我本善良、妙手仁心、法證先鋒3。修哥嘅戲路寬廣，演技精湛，留低嘅經典角色多到數唔清。70幾年零醜聞、零塌房，靠嘅係實打實嘅敬業同善良。修哥仲曾獲第8屆香港金紫荊電影終身成就獎及 TVB 萬千光輝演藝大獎。2023年，佢更加獲得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，呢個係對佢重影70週年嘅最高肯定。論人脈，胡楓喺香港娛樂圈絕對係泰山北斗級嘅存在。修哥前後認咗14個契仔同契女，個個都係天王天后級人物，張學友、黎明、林憶蓮。第一次當契爹係喺1978年拍《女步快》嗰陣，4位女主角一齊向佢斟茶上契。1987年拍《猛鬼學堂》，張學友、林憶蓮等5人集體上契。1989年拍《四千金》嗰陣，黎明都拜佢為契爹。佢唔靠權勢，唔靠財富，靠嘅係實打實嘅善良同為人。胡楓提拔後輩，從不擺架子，對契仔契女們關懷備至。方國珊競選嗰陣幫佢拉票，張學友啱啱出道嗰陣送佢電話。陳奕迅喺台上都感慨話，修哥主動問我有冇工作俾佢，其實係想揾機會同我合作提拔後輩，真係好多謝佢。佢係香港最好嘅契爹，更加係全香港最有口皆碑嘅人。94歲高齡喺公館上又唱又跳，修哥嘅精神狀態令人驚嘆。佢嘅養生秘訣出奇簡單，多行路，保持好心態。演唱會現場，麥美恩大膽扯咗扯修哥嘅黑髮，當眾確認嗰一頭濃密嘅黑髮全部都係真髮。佢拉咗好幾下，確認冇假髮片，然後又摸咗摸修哥塊面，大讚老人家皮膚保養得好。修哥大方分享咗自己嘅養生秘訣，話平時多行路就得，行得多咗自然健康。黃日華喺台上遞水嘅時候，修哥笑佢唔夠醒目，黃日華隨即幽默咁回應話咁就加200蚊，全場爆笑。陳松伶專程由北京趕返香港俾修哥做嘉賓，兩個人合唱《兩忘煙水裏》嗰陣，陳松伶唔小心忘咗歌詞，停喺度停咗幾秒，修哥喺旁邊繼續唱，完全冇受影響。陳松伶趕緊跟上節奏，連連誇修哥記性好，話一個94歲嘅人記詞後生仔仲犀利。修哥喺台上笑住擺手，
話你後生你先記，我跟住你行就得。薛家燕上台嗰陣叫胡楓扶佢一下，講完自己都覺得好笑，話自己70幾歲嘅人仲要90幾歲嘅長輩嚟扶，但佢解釋係因為着咗高跟鞋，前幾日仲跣過一跤，腳仲未好晒。佢話修哥開演唱會當然要嚟支持，因為修哥係睇住佢大嘅。修哥喺旁邊接口話：我睇住你大，你睇住我變老，揸地扯平啦。全場又笑咗。汪明荃着住紅裙出場唱《勇敢的中國人》，修哥誇阿姐俾面，話70歲嗰陣就幫佢做過嘉賓。兩個人互相稱讚對方又靚仔又靚女，氣氛非常溫馨。呢場演唱會仲有一個特別嘅安排，胡楓特意將開場時間定喺下晝3點半，而唔係平時嘅夜晚。原因係佢之前聽講有長者觀眾睇完夜場之後，要等到凌晨1點先可以搭車返屋企，心入面一直過意唔去，所以佢將演唱會提早，等所有人都可以早啲返屋企。呢個細節冇幾個歌手會去諗。演唱會嘅舞台兩邊特別擺咗10圍酒席，所有嘉賓就坐喺呢10張台旁邊，台上面擺住碗筷同酒杯，好似一個巨型嘅家族聚會。網民睇完都話，大半個香港娛樂圈都去咗胡楓演唱會，連 TVB 嘅台慶都湊唔出咁齊嘅陣容。陳百祥出場嗰陣，胡楓笑佢厚面皮唔請自來。陳百祥反駁話自己出過一張唱片就喺公館開咗7場演唱會，修哥從來冇出過唱片卻都可以開7場，所以今日要嚟踢館。兩個人嘅互敘笑料百出，將全場鬥到前仰後合。陳百祥仲話：修哥你94歲仲可以企喺度，我72歲企喺度算咩？我仲後生。成場演唱會嘅幕後仲發生過唔少小故事。有人問佢辦演唱會嘅壓力大唔大，佢話好多朋友主動嚟幫手，主辦方又唔肯話佢嘉賓名單，要保持神秘，佢都唔好意思再親自出面請人。佢笑稱自己以前已經開咗太多次演唱會，麻煩過太多朋友，今次乾脆順其自然，邊個嚟佢都開心。胡楓將演出當日嘅狀態打咗100分，由佢喺台上又唱又跳，中氣十足嘅表現嚟睇，呢個自評並唔誇張。有網民感慨話，好多流量明星20-30歲就靠假唱糊弄觀眾，修哥94歲仲堅持真唱幾個鐘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藝人精神。仲有人翻出胡楓90歲演唱會嘅片對比，發現老人家唔單止冇退步，反而越老越精神，每次開唱都比上一次狀態更好。胡楓喺公館開演唱會呢件事，早已唔單止係一場普通嘅商業演出，佢係一個時代嘅縮影，由黑白電影到彩色電視，由粵語長片到無線劇集，佢見證咗香港娛樂圈大半個世紀嘅興衰起落。佢喺呢個圈子入面始終保持住一種難得嘅自在同通透，唔計較唔較真，對後輩提攜有加，對朋友真誠以待。呢個正正係佢能夠喺90幾歲高齡依然號召力不減嘅原因。曾志偉話胡楓可以辦一個開乜都得演唱會，唱得唔唱得，走蹊又得，幾開心。講得再直接啲，胡楓呢一世最大嘅本事，唔係戲演得好，歌唱得妙，而係佢將所有嘅關係都處理得令人舒服，令所有人都願意為佢撐台，哪怕只係坐喺台下俾佢拍拍掌，都係一種榮幸。有人問胡楓94歲仲開演唱會，圖咩？佢話：我就係想證明老咗都可以做嘢。94歲45首歌，近5個鐘，30幾位嘉賓，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。胡楓用一場演唱會話俾所有人知，年齡從來都唔係終點，停低先至係。胡楓呢場演唱會唔單止唱俾觀眾聽，係唱俾時間聽。時間帶走咗好多嘢，但帶唔走一個人企喺舞台上面嘅資格。修哥94歲仲喺度唱，呢個就夠啦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